来继续要来讲闹热节庆，咱这传统风俗是人龙人狮。啊，那香港、澳门甲马来西亚是盛行一种人麒麟。台中大甲西古艺的达人颜清福邀请到香港麒麟文化协会来台湾指导传承，而且促成海线成立第一支的人麒麟队，要让在地西古镇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元。在香港麒麟赛会指导下，众人配合锣鼓声，用塑胶人啊伫学人麒麟，其中有英文国小学生嘛对咧学。这人麒麟的动作，甲咱台湾一般看到的人狮无相像。如果看潜意识没有看好的话，如果我们打错，然后他们动作也会跟着错。最困难就是他们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麒麟啦，因为母麒麟要个动作，要个故事，要慢慢讲给他们听。在香港、澳门地区甲马来西亚真实行人麒麟，在台湾真罕见。大概53种有武艺之乡的外号，不管是台湾狮还是广东狮，拢真有特色。未来会阁加人麒麟，即互在地西古镇的文化变甲更加丰富而且多元。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